台南市议会由议长郭信良甲这位议员共同发起，要将所必的新冠疫苗的注射留予国产。上午伫国产高端疫苗施打的第一天，包括立委陈廷辉、议长郭信良、甲议员陈义珍、蔡旺全甲周丽等等，上午做伙前往郭综合病院来施打，而且每人有备而来，伫所必阁搭上支持国产疫苗。国力延伸的纹身贴纸，施打的过程，郭综合病院总裁郭宗正嘛专程陪同，因为国产的高端疫苗采一剂式的针剂方式，唔免像瓶装的疫苗爱搁用车筒来抽，因此施打的过程嘛缩小袂少的时间。伫个施打过后，议长甲立委嘛表示无啥物感觉，打完了也没有感觉啊，现在身体也没有任何的异状，到目前为止都还很健康。都很自在了，大家都可以来打，连比蚊子被蚊子叮的话还不会痛，蚊子叮了还会痛，打高端的话，真的针头那么细，真的都没有感觉。大家可以，全国的国人可以来试试，怕打针的就不怕打针了。今天在高端第一天开打的时候，我们的总统就起了带头的作用，在7点半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注射的过程。那我相信，我们也希望我们国会很多的委员在今天早上也都陆续完成施打。那也感谢我们的议长还有几位议员也一起带头这个部分是代表国力的延伸，支持高端疫苗，支持国产疫苗，是支持国力的延伸。如果说我们自己国家没有研发的能力，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别人有竞争，甚至在未来每年都要施打疫苗的状况之下，我们就要随时跟人家抢疫苗。可是我们当有国产疫苗之后，我们自己就有防备的能力，就有守护的能力，所以我们真的要一起来支持我们的国产疫苗，而且相信政府一定是会帮我们严格把关，把所有的品质控管做到最好，安全做到最好，有效做到最好，而且我们的效价是比 AZ 还高，所以这些根本就不用再担心。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国人可以来支持我们的国产疫苗。民意代表带头施打国产的疫苗，除了支持国产疫苗，嘛支持国力的延伸。毕竟家己的国家有能力来研发疫苗，就唔免甲其他的国家来抢疫苗。民意代表呼吁，希望大家做伙来加入支持国产疫苗的行列。支持国产疫苗，支持国力延伸，支持国产疫苗，支持国力延伸。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